好，第8條嘅題目啦，咁啊呢條咧睇落都會係一啲嘅文字題啦嚇，咁啊啲百分數嘅題目啦，因為都見到百分比啊，你都會見到，咁啊你就要小心去處理呢啲題目啊嚇，因為好多時候你做百分數會成日錯乜嘢啊？加減啦，即係例如20%咁，到底係1+20%定係1減20%咧？第二個會錯嘅就係乘定除咧，我想 A 揾 B，到底係乘1+20%定除1+20%咧？我哋睇睇呢條題目啦。咁我就話咧，小分啦，咁啊會比小明啦，咁啊大20%嘅個歲數係。另外，小明比麗美少50%。嗱，你見到咧，小明咧係個共通點，咁我哋有機會咧，第一步係切翻小明嘅歲數咧，咁就會叫 X 啦。之後下一個，佢話小芬比小明大20%，咁你揾翻小芬嘅歲數先，一定有好緊要嘅原理，因為佢比佢大20%，咁你以為個概念就係一定係1+20%嘅。我哋呢啲字眼係已經 fix 咗加定減噶啦，大就係加，例如高都係加，例如矮嘅咪減咯，得唔得？呢啲字眼 fix 咗加定減，咁啊唔會話我再諗啊，可能今次係加，今次係減，就唔會嘅。大就一定係加，高就一定係加，重都一定加，輕咪減咯。好，第二個問題，咁係1+20%乘 X 定係 X 除1+20%啊？咁啊乘 X 嘅喎。點解咧？有陣時我哋成日喺度諗，佢係 x 乘1.2，定可能 x 除1.2。好多時我哋可以睇嘅係咩咧？諗一個原則，就係呢條題目所講，我哋嘅目標小分係比小明大咗定細咗個歲數。呢句說話嘅意思係咪小分年紀大啲啊？歲數大啲啊？咁你梗要乘1.2先會大咗噶啦。調轉你除1.2係會細咗噶嘛個數，所以你知道一定係 x 乘1.2嘅。好啦，跟住到例尾啦。咁同樣地，今次因為佢少50%，所以題目一定係1減50%。不過個問題又係啦，咁到底我哋嘅答案例尾嘅歲數到底係 x 乘1減50%啦，定係 x 除1減50%咧？減就固定咗噶啦，因為細啊嘛，係咪？係上面定下邊啊？我哋諗下，小明比麗美後生喎，咁小明後生啲，即係調轉係咪麗美老啲啊？麗美嘅歲數年長啲啊？咁既然佢歲數要年長啲嘅時候，大啲嘅時候，咁呢個數出嚟大啲，定下邊呢個數出嚟大啲咧？咁我就會諗到係下邊咯，因為呢個數你會見到其實乘落去咧係會細咗，咁就唔啱要求噶，應該要大咗噶嘛，所以會揀下邊呢個。咁跟住佢話知道小明同麗美嘅總和係75，所以從而我哋會計到原來 x 係25啦。咁最後佢問翻我哋三個嘅總歲數，咁呢度總共咧係4.2個 x，即係4.2乘25，咁就求到係105，所以答案咧我哋就會揀咗蓋啦。